你嗌我呢度幾年你買餸我你介我呢度買幾個聽鹽係講嘅嘢，誒那個二樓定唔識慳錢嘅，用但我呢嘢，唉，咁咪佢用嘅豬骨用咗幾多啊？因為嗰張係得啫嘛，嗰個支嗰啲成六個幾銀錢全部用晒啦。如果我朝早已經俾咗兩三嚿落去啦嘛，有啲支杆要成兩個幾銀錢，嗰一餐康成十幾20蚊餐康都未知喎，唉，真係好煩。呢度1050啊！有一張漏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7、8、9、10，一千兩。覺得香草要減少啊！你一死咗佢係，前啲人叫唔去買餸，琴日咪做咗50幾蚊啊！只不過喺你隔離，你都冇喐過呢度個台。冇喐啊2、9、2月9號、16號、23號、30號、7號袋。呢啲正常咩？得唔得啊？清楚未啊？清楚。